师的心密智慧相融合，身语仪3夜，全神贯注，毫不散乱。7天入光明定。这样，父母2人无疑由轮回苦恼中解脱出来。因此，就这么着吧。哦，这母亲的骸骨要造成小泥塔，用这部宝积经做供奉，然后我自己到扎格达所去，不分昼夜地修习圣法。若升起8风之响时，我便自杀而死；若升起弥厄安逸乐之时，请空行护法斩断我的命根。文喜就这样承诺后，去找自己最先学拼读的上师。师兄，哦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来，快坐下吧。好。最近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师兄啊，我把这宝积经供养给你，请把我母亲的骸骨做成小泥塔吧。帮助你做小泥塔可以，经书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怕你的护法神。经书是我供养给你的，你不用怕护法神啊。那好吧，我先收下了。好了，做好了，你拿去吧。好的，谢谢师兄。文喜，就在此住几天吧，我要尽力来供养你。还有，我们谈论谈论。我没有时间闲聊的，我要赶紧修法的。你年轻时是咒术报仇，现在到了壮年却诚心修法，实在是难得啊。将来你必定是一位大成就者。你跟什么样的师父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法？我当初是这样参拜上师的。实在难得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可以将房屋维修起来，把泽瑟也迎娶过门，学你上师一样的道行。那怎么行啊？我的马尔巴上师为度众生，受用佛母，我可没有那样的打算和能力。比如兔子虽然可以随狮子去跳崖，但肯定会坠入深谷而死。我要到雪山等处去修道，
以修行的方式来弘扬师父的道行。您讲的很有道理。现在拿上这些口粮前去吧。哎，谢谢。把这个也带上。哦，谢谢。修行的时候，请不要忘了我。师兄啊，你给了我修道资粮，帮助我造了小泥塔，真是谢谢你。我就要走了。好。哦。哎，好的。啊，再见。